主后2025年4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作梦中的告我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路加福音24章第10到12节。礼拜日透早，天要光的时，遐个妇人人带因所准备的香料去墓地。因看到石头已经对墓割开，就入去，毋过找无主耶稣的遗体。因为着这项代志硬气，毋知要安怎的时，忽然有2个人穿光影影的衫，徛伫因身边。这个妇人人非常着惊，面趴落涂骹。迄2个人甲因讲：恁是安怎伫死人的中间得找活人？伊无伫遮，伊已经搁活。恁着会记得伊还伫加利利的时，甲恁讲的话。人子一定会受出卖伫罪人的手，互因顶十字架，第3日搁活。遐个妇人人就想到耶稣的话，因离开墓转去，将这个代志拢对在个使徒甲其他拢总的人报告。对使徒报告这个代志的，就是莫大涅的玛利亚、约阿那、雅各的老母玛利亚，以及其他甲因做阵的妇人人。使徒想讲，这个妇人人所讲的话无影无迹，所以无相信。毋过彼得起来，走去墓里，落去看，只有看到幼麻布拿定，伊就转去，对所发生的代志感觉真奇怪。作梦中的告我，2024年有一条日本新闻互人注目，一名88岁的犯人柯定炎，互金氏世界纪录认定做全球遭受囚禁上久的死刑犯。1966年，伊受认定是杀害某一间工厂上党一家四口的嫌疑犯。根据柯定炎的回忆，伊因为挡袂牢警方连续20日逐工12点钟的审问，最后只好选择承认犯罪。但是伊的自笔甲代志发生1年后才互发现的5领血衣，这2项有关判定死刑的重要证据，一直是再审路上的争议点。直到2024年，经过58年漫长时间的等待，柯定炎正做日本战后第5件死刑事件再审被判无罪者。对柯定炎本身，以及一生为着小弟的清白甲自由奋战的阿姐柯田秀子来讲，正义终于来到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这个妇女伫天拄光的时，就带着所准备的香料到埋葬耶稣的墓地。伫因发现墓地空空的时，天使提醒因耶稣捌讲过的话：人子必须受9点罪人手中，定点是架顶，伫第3日搁活。妇女的心情就若像天色交替，对黑暗进入光明。因诚做上大声见证甲传递这个好消息的人。咱知耶稣遭受刑罚，毋是因为伊有罪，是为着完成上帝救赎使命。耶稣搁活的事实，为世间人带来生命的盼望，同时也揭露一个真相：就算无罪的人，也会因为不公的审判遭受无须有的刑罚。台湾的死刑制度
一直是社会争议的焦点。无论赞成还是反对，不可否认的是，每一个国家拢有死刑冤案。这提醒咱，人类的司法系统并无完全，也无完美，常常存在偏见甲错判，互咱不得不严肃思考，有偌济人因为错判也是制度不公受害。法庭言伫狱中详细地研读圣经，最后受洗诚侪天主教徒，一位追踪记录法庭言案件长达22年的记者讲，当伊透过镜头记录法庭言的生活对话时，发现信仰的力量，互法庭言由内到外产生甲别人无同的变化，佮影响身躯边的人。记者希望透过纪录片，毋单单是呈现一个冤狱也是死刑犯的故事，也佮较会当传达法庭言的真实面貌，互人用心聆听伊的生命故事，听着伊的祈祷，佮体悟着伊用尽一生所体悟的真理，无迄落袂天光的暗暝。耶稣佮我证明死亡并毋是终点，遐个互罪恶和人的心冷酷所打压的真理，将会伫上帝所定的时间点有搁活的一日。不论外在的困境偌尔绝望，无论受困踮伫怎样的境地，搁活的主耶稣必定为咱带来好消息。当教会欢喜庆祝救主搁活的日子，也应该思考伫真济无公义的社会议题中，要安怎带出基督的疼甲真理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有勇气挑战制度中的无公义，为受压迫的人带来福音？我是毋是有勇气挑战制度中的无公义，为受压迫的人带来福音？咱来祈祷，公义的主上帝，求你赐信心，互我无因为黑暗产生恐惧，搁赐我力量甲勇气，帮助我内心等待光明时刻来到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